也若前总统马英九伊是去中国访问，学者是认为讲，北京对咱台湾的政策未改变。外界即马在要讲，当时会进行马习集会，嘛风声有可能会是伫4月初10明仔举办，因为刚刚也搁有美国、日本的元首峰会，会是要两边对下。前总统马英九到北京的第2天行程排甲满满，吹杯尾暗的时阵，甲中国副国级干部、北京市委书记稳定见面，搁再讲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。一到参访北京故宫，拄到8日休馆，严过官方高规格接待，敢若是内包场。马英九伫咧会后发表谈话，讲两岸之间的牵连是切袂断的。两岸之间共同的语言、情感的共鸣，是任何刻意为之的手段或应试习探所切不断的。同时，我也相信，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。伫咧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甲罗沟桥时阵，伊看甲真用心。这段几落篇广告拢伫咧强调民族大义，外界认为是伫咧传马式例会气氛。不过，这马团讲见面的时间可能会改到初10，比较共一天的美丽元首峰会比悬低。他的战略目标啊，一直都很持续的，是啊，和平统一，啊，两岸交流，融合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你把它连贯起来，好，9·2共识。伫5日抗热清朝上任进前访问中国，时间点互大家伫咧游。不过学者认为，北京对待政策未因为台湾政治情势变动，就伫战略上做改变。刘伟辉主义苦待三讲，两岸有沟通交流拢是好代志。我们当然期待所有的国人呢到大陆去，不管是观光旅游或者是文化教育的交流，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回国。两岸呢只要有沟通交流呢，都是好事啦。马英九这段虽然是私人的行程，不过由于有安排随和，并且享有卸任元首的礼遇，顾泰山希望马英九伫咧中国的言行应该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甲尊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